并且诈骗真多哦，最近有一寡二维图通报顶社团哦，拢有诈骗集团渗透，利用私信哦，想要来诈骗，警方嘛呼吁民众要爱特别细腻。无论是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也是国内财经的专家，几个拢去互诈骗集团偷用因的身份，伫 Meta 放假的广告。这种共怪的手路持续存在伫社群内底，而且即马佫出现新的步数。为二维图、通报的交流到公益相关，各种人面册社团拢去互诈欺的嫌犯偷走入去，就像拍网共款，发信息互一大堆人骗人来投资。根据警方分析，不法集团会渗透甲人拐钱，是因为锁定社团的成员有三大特性。他呢，人生经验还有财富都已经累积到有相当的这个实力。那接下来呢，他可能生活上、心灵上呢，就比较无聊，所以他会上网去学一些画画啊、公益群组啊，心地善良，然后现在容易被诈欺集团锁定。警方接到愈来愈多这种的通报，诈骗的成员会假做是真出名、正管的协理，互相交代了后，就讲所谓货币未来会真做趋势。因公司已经开始布局，鼓舞对方赶紧入场，投资太大笔来趁钱。加在当事者有查证，才无踏入陷阱。跟证交所通报，也跟刑事局通报。那我们公司并没有这个伪信的同仁，然后再加上其实主管机关也并没有开放证券商可以直接交易虚拟货币。监管商接到通报了后，虽发声明出来赔回，不过因公司的名煞几啊届去用偷用，业者嘛表示已经有引进侦测的系统，若发现网络顶有偷用因的名来骗人的情形，会随通知都要摕落来。公司新闻台北报道。